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10例境外病例，有108万剂莫德纳，佮64万剂 AZ 疫苗，明仔载会送来台湾。新北市今仔开始开放餐厅内底会当用餐，新北市幼儿园的群组感染，佮增加1个人胃着病。苗栗通宵的镇长陈汉志甲前期要秘书等3个人涉嫌受太阳能业者可比上600万，互法院羁押禁见咯。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其中1个人是新北市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佮有10个境外病例。另外，伫7月初9之前做过第1档的莫德纳，而且已经满10礼拜75岁以上的时段，明仔载开始会使做第2档咯。指挥中心嘛证实讲有108万剂莫德纳，佮64万剂 AZ 疫苗，明仔载会送到台湾咯。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2例，那境外移入有10例，那没有死亡个案。那本土的病例这2例都在居住地都在新北市那一位大概是70出头的一位就是在板桥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那另外一位18岁左右的，他也是在医院里面被采出来那6月17号起，我们会配下去一批的疫苗那供在7月9日已经接种第1剂莫德纳疫苗，那且间隔满10周以上的7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第2剂的莫德纳 AZ 的疫苗大概64万剂多当于明天下午抵达，效期是到2022的1月31号。我们自己采购的莫德纳的疫苗108万剂，那也是将17日的晚上，效期大概应该是在11月中来看新北市今仔开始开放餐厅内底会当用餐，也毋过昨暗传出讲新北市幼儿园的群组感染这间幼儿园的负责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嘛确诊咯。新北市卫生局是表示讲，幼儿园有增加1个人，伫解除隔离了后，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验到病毒，也毋过因厝邻的人PCR 拢是阴性的。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拖到社区大楼甲桃园，第15。新北无新增加个案，才宣布餐厅会当伫个店内食。暗时就传讲，新北幼儿园的负责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看医生确诊。新北卫生局即间来证实，幼儿园确实增加1位确诊，伫解除隔离了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采检阳性确诊，相关疫调正伫咧进行。新北市卫生局接获幼儿园相关1名已经匡列的个案，在解隔之后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因为身体不适，采检 PCR 是阳性。我们也立刻启动疫调，初步调查这名个案在自主管理期间没有外出。那么，针对他接触的家人，他们的 PCR 都是阴性。相关的疫调加采验的结果，会伫咧16个防疫记者会说明。因那台北市信义区著名的日本的拉面店，15案宣布暂时停业。台北市卫生局证实，伫15确诊的桃群的女员工，北基店内食饭。台北市紧急扩列这场的同事，一个确诊者卡列同款的人进行采检。目前匡列了6个人，那大部分都住到防疫旅馆去了。那另外他还有一个宠物，我们也在做安排。那他的同事的部分有3个人 PCR 是阴性，那还有2个同事今天会去采检，所以台北市昨天接到通报之后，就立刻做了第1线的处理。那今天早上还会安置他的宠物。这间拉面店伫咧星光3月 A11馆地下1楼24点钟过营业。星光3月讲，这位确诊者是伫咧暗时食饭，迄当阵场馆拢已经休困，无去百货公司的内面，所以百货公司目前是正常营业。因那这间面店是暂时停业，清销到18。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出现头一个为着Delta变种病毒案例，伊的 CT 值只有14年，是真高烧的，互机场真紧张哦。目前有40来个亲密的接触者，有45个是阴性，还有1个人等待检验的结果。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呼吁中央哦，应该赶紧帮机场的所有人员做好2剂疫苗。
桃园机场出现感染Delta变异株的首例，桃园一名20多岁女性客舱清消人员确诊，CT 值14，传播力强，也来调查感染源。目前采检347人，结果全部拢是阴性。另外49人采检中。市长郑文灿表示，指挥中心已经答应18配疫苗予机场，量早完成100%的注射率，提高机场的保护力。目前，我们机场大概有8000多人还没打第2剂，大概占20%。那80%已经完成了1剂跟2剂。那总人数是在42000人左右。另外，北科附港校园进行户口进前的大清销，技术调配为何读北科附港的后生案，课例隔离降班34位学生加3位老师透早改隔离，17恢复上课。昨天在这个集中检疫所的这些学师生他们3彩英都已经回到家去了所以代表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复学了防疫消毒大队要必须在今天在复课前要把它全部都内外做一个清消，让学生们还有老师们能够安心上课。江地桃园龟山区传出一名86岁姓李的查甫人，自 AD 疫苗第2剂了后死亡案例。市府表示已经甲家属联络，尊重家属意愿协助善后，因为查甫人也有慢性病史，是因等待司法送检了后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伫桃园机场负责摒扫飞行机的查某工作人员，为着Delta病毒，有医师就呼吁讲已经爱紧找出主要的传播链，也无中秋连假已经恐惊会传出去。桃园公司一个20多岁负责机舱内的女性清洁人员，伫工作定期体检的时阵，予人验出是确诊着，经过基因定序了后，确认是为着这个Delta病毒。而且伊的CT敢若有14，烧化力真强，伊感染的地头唔知伫倒，安尼互各界拢真烦恼。比如说你的同样进入那个机舱的人，或者那个机舱待过的空服员，或者这些清洁工有人被感染，那你就比较支持是工作感染。那如果是家人或者朋友有人被感染，而且同一个病毒，那就比较支持是在生活当中被感染。那如果2个证据都找不到，那就只能说原因未明，就是一个隐形传染链传过来。医师表示讲，这个确诊的个案，伊的工作虽然讲是伫个飞行机顶悬咧做清洁消毒，嘛有可能伊是伫个社区来画着。虽然讲伊有注过一剂 AZ 疫苗，不过敢若注一剂 AZ 疫苗对抗这个Delta病毒，伊的保护力敢若有2-3成尔。所以就要近年来采验第1年的接触者，嘛要近年来了解机场人员到底有偌济要未注第2剂疫苗。第一圈，我们目前如果只有限定这个机场女员工，其实不足够。重点是在于她同时工作的这些同事譬如说同样在一个单位里面，在密闭场所，譬如说她会有用餐，以前我们的市场连锁传播案里面，或是一些可能会出入的一些公共区域，这些人必须一起拿进来看，才会晓得说我们这第一圈匡列是否完整。医师表示讲，是不是会当来防止疫情传开，都要找出这个烧化起伫的地头。要若无刷落来，这个中秋连假是毋是这个疫情会搁再来出现？大家都爱带咧等咯。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即马嘛真烦恼讲，中秋连假离岛南市会有真侪游客，所以规定讲游客必须要摕注疫苗的证明，也是3天内底快筛的阴性的证明。金门马祖规定了愈严格，快筛的阴性证明必须要是24点钟内底，也是爱有3天内底 PCR 阴性的证明哦。无检验的证明就算已经有注好2剂疫苗，嘛是爱搁伫现场做快筛。在这边筛检是。台东渔光渔港正式快筛站免费提供快筛服务，因为防疫降级，今年中秋连假游客不止多。根据当地客轮业者讲，中秋连假第1天就开15个船班，保守估计有3000人来绿岛，第2天要10个船班。担心Delta病毒入侵社区，台东县政府加来绿岛的条件有关，若是无相关证明文件的人袂使来。地区渔会，然后绿岛跟兰屿的民宿业者的协助，2个乡公所的协助。那因为他们都有要求，民众一定要提供施打疫苗的证明，或者3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才能上船。由台湾本岛要去离岛的防疫规定全面提升，偏管也规定。若是要来，一定爱做快筛。
若是有摕 COVID-19 做过有风险的记录卡，或者是3天内 PCR 阴性证明，就当免做快筛。金门县连江县是更加严，快筛阴性证明就要是24点真久内，或者是3天内 PCR 阴性证明，就当免做快筛。但是至少做过2期有风险的人免做快筛规定，就是惊讲有突破性感染，做恢复全面入境拢爱快筛。已经持有3天内的 PCR 核酸检测阴性者得以免筛，2剂疫苗施打者仍然要筛检。提醒伫咧中秋连假要去绿岛南屿的民众，福冈渔港快筛站自17开始，每天会早起7点到下昼2点提供服务。另外，针对中秋连假，真侪人要登记出的，台东火车站出口的所在也设立快筛站，自17开始试办2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智库早起开记者会，质疑讲大学开学了后，因为有做过疫苗的大学老师甲学生啊比例阁无悬哦，因认为大学校园有可能会真做防疫的棒棒，万一若是有人为着病毒，惊讲会断了真紧。发现一件事情。台大新的学生15拢伫咧线顶参加开学典礼，这是台大创校以来头一届线顶开学。刷落来3个礼拜，所有课程拢是线顶。台北商业大学9月2日开学，近2个礼拜嘛是线顶。校长张瑞雄讲，老师学生拢还未注射疫苗，学生接触的范围真大，2、3个礼拜了后才是挑战。他早上第一节有课，再来没课，他就到处跑。一般的教室大概80平方公尺，每2.25平方公尺一个人的话，一个教室大概只能40个人了哈，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问题。大学是混合上课，固定的座位有一定的难度，每一个学生各爱2.25平方公尺的距离，真正有困扰。张瑞雄讲，若是无法度符合规定，就拢改线顶，若无疫情传播是真麻烦。东海大学教授吕俊蒙讲，进前看到各中各小的老师注射疫苗，就烦恼大学教职员互人放袂记。事实上，都像东海大学非常多的教职员，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因为身体状况关系，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打疫苗。那如果教师都没有打疫苗，那就更遑论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吕俊明以家己的经验来强调，这礼拜已经开始线顶真侪状况，只是学习效果甲影响短期是无法度评估，未来敢有补救的办法，同款互人烦恼。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五八杠10月7日特别开始发落，各县市政府嘛提出另外优待。台北市除了有超过100万份的台北幸好杠哦，前4万的用悠游卡领五八杠的民众哦，佮会当加开100块到300块的优待哦。新北市嘛提供31万份的加八杠，要予新北市民来抽奖。5倍券选悠游，5告大包。台北市想要抢5倍观赏机，除了进前公布的台北新普县，16宣布用悠游卡领5倍券的前4万名民众，依照领的先后会当增加100至300块。悠游卡领5倍券的民众，还有机会得到相关3000的优惠券，限量2万份。用悠游付数位支付领5倍券的民众，也有机会得到相关5000的优惠券，限量1万份。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今年对台北市65岁长者提供3倍券优惠，后来有20万人用敬老悠游卡领券，所以今年台北市针对5倍券继续推出优惠，希望增加数位人口，走向数位城市。我们已经花了大概1000万的预算，要把整个台北市的场馆改成用悠游卡进出，使用记名的悠游卡。速度会快很多了，会让你在台北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新北振兴，加倍奉还。新北市也推出31万份的加倍券，予新北市民抽奖，其中5000换买1万的1万份，1000换买2000的10万份，500换买1000的20万份。另外，绑定收费5倍券的民众，使用指定业者的数位支付，到有合作的新北市店家消费，都会当得到10%的回馈金。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会当透过这款活动带动商机。纸本用加倍的方式，4位加码
又用回馈购物金的方式，这两个更有加成的作用，所以带动促进基层的消费，一定有机会达到200亿。侯友宜也希望透过新北交配券，和新北市的店家增加收入，和业者会当恢复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光演习，今仔日进入第4天，伫屏东红港射击场展开联合反周炮弹炮射击，出动50种的火炮，要模拟阻止解放军登陆。另外，国军嘛伫台东甲花莲演练反登陆作战。指令一落去了，国军的主导炮向着岸边最近发射，目标是要登陆的敌军。汉光37号演习第4天的重点是屏东红港的射击场，开始联合反周炮弹炮射击。八军团的官兵出动 M110A2 主导炮、M109A2 主导炮、155榴炮等3种，总共50门的弹炮部署伫两岸边啊，炮乱敌军的编组，阻止因进化，用火力压制敌军登陆。第二最后的操作是3门弹炮最近发射，防止敌军抢滩登陆，吸引真侪民众围观。花莲港沿岸是台湾东部重要的战略位置。第二作战区则在伫花莲北部海沙堡举行反击作战，出动 M60A3 战车、CM21架车，模拟敌军想要登陆，国军反击。共款伫东部台东的基本海沙堡，因为所在较宽。国加上海岸正边，容易成做敌军抢滩进化的地点。国军出动战车、装甲车，快速抢占海沙堡优势地点，加炮火对准敌方的海面上的军舰。桃园的基地是演练战斗直升机警报作业。国军透过汉光演习，展现保卫家园的决心。不过，共军的动作真多，第10个派高架次的战机纵列咱西南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空军实施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赶应对。特别注意的是，这是9月初5，共军派19台军机侵入咱 ADIZ 以来，这个月第2座架次的一天，半人的意味真高。记者综合报道。高铁的宜兰站到底是要设伫地？铁道局伫8月份表示讲，4城站的工程难度较低，应该真适合。也毋过，却引起地方真大的反弹。今仔早起，有一支无共党派的地方人士就去立法院陈情，因建议讲站就设伫宜兰，交通上方便、上理想哦，嘛毋免再去开发一寡农地。交通部是表示，目前是有真侪方案，拢会评估9月25会去宜兰甲乡亲来沟通。宜兰地方代表透早包游览车就搬到立法院陈情，由宜兰市长江聪燕代表递交陈情书向立法院长刘锡坤签名，希望交通部考虑在地需求，先行评估高铁延伸宜兰，爱选伫交通便利宜兰站。地方认为宜兰站毋但连接花东便利，也会当保护宜兰当地袂阁流失。宜兰火车站周边原本就是都市计划内的都市用地，在都市用地里面来做更新开发。这个才能符合我们现在国土规划、国土保育的一个原则。高速公路这边啊，随时罗东、苏、东山、花莲、台东拢会杀的。对交通部顶日内部评估设站4城，在地学者也表态反对。认为就环境条件来讲，4城站的4khu位是饮水暂时区域，并不适合进行电油站开发。4城这个地方啊，650公里，在1天内下方会到什么样？那个地方尖水会超过3公尺，处理不当，真的是一个灾难。跨党派及各民意机构、民间团体都反对在4城站，我希望行政院应该要深思。立法院长游锡坤以陆馆长的姿态接落在地陈情书，大型下甲行政院沟通。交通部表示，目前铁道局对于高铁宜兰设站内部也在进行评估，还未定案。9月25，交通部长吴国才将会亲自去宜兰甲在地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一项研究发现，讲为着武汉肺炎病毒后来好起来的病人，若是注2剂 mRNA 的疫苗哦，会当来提升保护力，对Delta佮其他的变种病毒冇袂歹的效果。另外，葡萄牙佮澳洲哦，最近嘛拢有新的防疫政策。
变种病毒侵袭，各国防疫压力承担。美国一项小型研究发现，确诊新冠肺炎康复的患者，若讲各自2剂 mRNA 疫苗，也就是辉瑞也是莫德纳疫苗，将会当大大提升免疫力。研究人员将这款的发现叫做超人免疫力，也是混合免疫力。They also have what we call breadth. That is, they are able to neutralize mutants of the SARS-CoV-2 viru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circulating in the so-called variants of concern, such as Alpha, Delta, and others. 病毒专家针对14名着病康复各自疫苗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因有机会得到超强的免疫力。研究内容讲到，过程中发现的抗体会当中和6种变种病毒，包括 Delta 甚至20年前的 SARS 病毒，互终结疫情搁增加希望。疫苗注射站内犹原有不少民众前来注疫苗。葡萄牙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820万人注完2剂疫苗，占总人口8成。Quando eu chegar aos 85%, acho que já não consigo vacinar mais, a não ser que comece a vacinar cães, gatos e periquitos. Pleasingly, after receiving advice from both police and health, given we've hit that 80% milestone across the state, we're able to lift the curfew in those areas of concern from tonight. 澳洲成人威尔斯省是有80%的人至少注第1剂疫苗，完全注的比例来到17.5%。新南威尔斯省长指出，我2礼拜疫情转好，15开始解除宵禁，一旦全国80%的省人完全注疫苗，边境封锁措施也将会取消。公视新闻田慧珍编译。来看美国女子体操选手拜尔斯汀人将指控联邦调查局 FBI 将对因对体操队的对伊纳瑟骗色的指控，拢无任何作为。嘛认为讲 FBI 甲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奥委会拢是共犯，规个制度对因造成正大的伤害。选手嘛正不满讲 FBI 伫2015年接到报案，伫第一时间无处理好，造成后来阁有人受害。To be clear, I blame Larry Nassar, and I also blame an entire system that enabled and perpetrated his abuse. And they chose to falsify my report and to not only minimize my abuse, but silence me yet again. Why would the FBI agents lie to OIG investigators? 遭受性侵的美国体操女将，这几落年来替家己来出声，特别若讲到痛苦的经过，就敢若亲像承受第2遍的伤害。15这天，伫咧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来作证，这边的箭头是明确来指向联邦调查局，因白贼话讲规堆，佮超工要甲代志拍撤销，这算是规个体制挺行甲无能来造成不幸。联邦调查局嘛承认讲，这个过失会尽一切拍拼，袂互危险的代志再来发生。There were people at the FBI who had their own chance to stop this monster back in 2015 and failed, and that is inexcusable. 就算讲拜尼斯有经过真济坎坷，不过伫咧体操的领域内底，伊真拍拼受到肯定。时代杂志的8大人物出炉了，伊今年24岁，嘛有伫咧名单内底。根据时代网页的小解，拜尼斯热情、大才、稳重，相信家己的力量。32面奥运甲世锦赛的奖牌，遮尔出色运动成就，无人甲伊会比拟。伊的拍拼嘛，真实来展现亲皮肤色的女性，这算是真出调的版头。公视新闻黄韵玲编译。英国首相强森最近瑞个改组，外交大臣换人做，教育大臣嘛落台。强森讲，伊要带领国家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望讲大做伙拼经济。英国这边内阁改组，媒体上注意的是外交大臣拉布。Have you been sacked? Are you still the Foreign Secretary?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形容，高速外交大臣的职务降级到司法部。不过，改变司法大臣抑个副首相，敢若较算会好。其实兼任副首相的职权比重大国务一个官员，譬如讲外交财政抑个不如。原本的司法大臣伯克兰也被换掉。拉布是伫咧阿富汗撤军期间走去休假，互人批评总方话，伊当阵就声音叫伊下台。
新任外交大臣是原本的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伊是英国第2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大臣，亦捌做过会计师、经济学家、地方甲国会议员，同时会继续担任妇女甲平等大臣。教育大臣威廉森下台，由卫生部负责驻防车事务的政务处长查哈威接。威廉森伫咧疫情期间的表现，互人真批评。譬如讲，学校长期关起来，政策一理解，连续2年取消大学立学的考试。威廉森伫咧推特讲，希望会当继续支持首相甲政府。国防大臣詹里克的职务由内阁办公室部长戈夫来接，前脱欧大臣巴克莱接内阁办公室的部长。强生希望透过内阁改组，调动一寡无受欢迎的高级官员，和政府重新注重伫咧改善疫情了后英国的经济甲民众的生活，也要实现2019年的竞选承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立陶宛准备要甲台湾互相设代表处，中国是真不满，嘛提出制裁。立陶宛的外交部长张伫华府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美国再次表达支持立陶宛甲咱台湾发展关系，嘛强调讲美国反对中国经济施压，坚定支持民主的立场绝对袂改变。立陶宛要伫咧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并且以外交甲经济手段施加压力。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伫咧最近访问美国，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双方将会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布林肯讲，美国正坚定地支持立陶宛，虽然无明确地讲到台湾，不过布林肯强调，美国反对中国的经济施加压力，坚定支持民主的立場。Lithua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very strong partners in NATO. We stand together for collective defense and security. We stand against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that being exerted by China. And we stand strongly for democracy. Reaffirms our commitment to defend democracy, liberty, human rights across the globe. 兰斯伯吉斯伫咧会后也讲，甲布林肯讨论会当引来抵抗中国施加压力的经济、金融甲政治手段，强调这毋但是会当帮助立陶宛，伫咧未来也当帮助迄寡被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咱外交部是回应讲，乐见国际民主镇压发挥团结的力量。外交部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我们同时也用积极而且实质的行动来拓展台湾跟立陶宛的伙伴关系。外交部表示，已经甲立陶宛展开密切协调的联络，就合作交换意见。即马除了美国以外，欧洲也有欧盟的议会要真侪听台湾甲立陶宛关系的声音。斯洛维尼亚总理杨萨伫进前也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家的身份致函予欧盟全体会员国家，强调台湾是重要的伙伴，希望全世界理念共款的盟友，大家做阵声援立陶宛。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昨暗透过视讯演说，表示讲，咱台湾近摆提出正名，中国就会放刁，讲要拍过来。加在是有美国一个好朋友，了解讲台湾就是台湾。伊嘛呼吁民主国家就爱徛斗阵来维护民主的价值。外交部长吴钊燮15暗伫咧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视讯演讲，针对进前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正认真伫咧考虑，和驻美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伊讲北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想要甲侵略扩张合理化。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wist our nomenclature to signify its sovereignty claim over Taiwan. And when we say we want to use our real name, Beijing calls it a provocation and threatens war or retaliation. Fortunately, we have good friends in DC who know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aiwan to be called Taiwan. 吴钊燮除了表达感谢以外，也讲台湾有上赞的半导体甲科技产业，有重要的政治地缘意义。今年6月，台北中期铁法会谈深化两国经贸关系。对立陶宛因为深化甲台湾关系和中国搭岸，感谢美国伫咧支持。We welcome efforts by the U.S. and other major democracie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mounting threat and take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hannels. The U.S. has reaffirmed its support for Lithuania facing concerted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for expanding ties with Taiwan.
吴钊燮也讲，如今美国重返多边机制甲国际组织，也重新承诺甲盟友的合作关系。伊也希望民主镇压团结做伙，坚守民主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迄日抢的两台机组，分别伫年底佮112年到期哦。早起台电进行迄日抢退休计划环境影响评估的初审，台电是指出，若是出得退休的许可，按说要伫25天内来完成。台电嘛讲哦，因为北部的电无够，希望未来哦，伫退休的迄日抢来起新的电抢。迄日抢的1号机运转执照年底就要到期啊，2号机是伫112年到期，两台机组拢确定要停放。透早环保署进行停放计划的环评初审，针对有人建议讲，甲两个厂房用过核燃料拢放伫迄日厂，台电讲这是无法度，会互停放的时程超过法定的25年期限。另外，民间团体要求迄日厂用过燃料棒莫放伫室外，就要直接送去室内存放。不过，台电坚持先放伫室外，再刷入室内的主要方案会较好势。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满足20内完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民间团体无接受台电的方案，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就指出，环评书内底并无写明室内存放设施的兴建甲启用时间，敢若伫附录讲会伫123年到127年这中间。民团就质疑台电，若是无讲清楚，未来就可能会调工拖时间，落尾互用过的燃料棒，敢若会当放伫因反对的室外存放设施。企图电公司明确在环评书的正文里面写出，这个第二期运过燃料的新建跟使用的时程，并严格遵守作业的排程，而还有未来之后要承诺要引入第2期的时程，以免民众质疑说这个主要方案其实可能只是要造成既定事实会跳票。另外，若讲到停放了后的土地利用，台电强调讲，停放计划无包含其他电力事业用途的开发计划。北海岸的居民认为讲，停放的厂区都应该甲土地还予民众，而且要甲地方的居民沟通好势，才会当做规划。嘛坚持反对规划做电厂。居民无愿意北海岸阁为着国家能源继续牺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起步已经发生7宗了，最高法院昨宣告讲，李中营化工公司内被告无罪，前市政府的顾问着建桥等3个公务人员，互判2年半到4年，专案是定案，袂当阁上诉。市政府是表示讲尊重判决，也毋过对厂商拢无需要负责任，表示真遗憾。三德凯旋一心路严重毁损，7当前各用起步，32个人死亡，300外人受伤。检方起诉21当前担任着房工程师的市府顾问赵建桥等3名公务人员，还有李长荣化工董事长李某伟等业者。二审赵建桥3个人有罪，但业者变无罪。检方上诉了后，15号结果出来，上高分院驳回着2审的上诉，专案确定。判决主要是针对在21年前。当时在工程验收疏失责任的厘清管线的使用跟维护的部分，没有人在这个部分受到追究，这个部分我们表示遗憾。市府顾问赵建桥第一时间就请示得到稳准，再是伊无接电话，无法度了解伊的想法。市府表示尊重这届的判决，但业者毋免负起任何的刑事责任，也是感觉遗憾。连带责任，督导不周嘛，对不对？当然不公平了，对不对？司法这样已经判了这样，你哪能够说什么？刑事判决来确定啊，大部分起步的居民拢讲敢会当接受，不过市府强调，还有民事第一审理当中会全力来协助民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昨透早有一个查甫人哦，偷走入去北投溪的北投石自然保留区哦，偷搬走25公斤重的北投石。警方接到民众的报案，就伫溪边抓到人。专案是以文化资产保存法来上班。对上。有人啊，有人，你可以找到对吗？警方喊声叫这个姓陈的嫌犯卖国震动，因为伫15透早有民众听到北投溪茶桥骹有声音，赶紧报警。警方到现场发现姓陈的嫌犯正拄要离开，对查发现伊拄则用钢推啊，钢差不多超过25公斤的北投石要提走。陈姓嫌疑者提着刚刚由保留区西壁凿下具有稀有放射性温泉矿物的北投石约25公斤。范闲他辩称说他是要将这个北投石给
自己使用以及送给其他友人。嫌犯讲，伊采北豆椒是要家己用，抑个送互亲戚朋友。若是摕来泡茶，水质会当放出温泉的矿物质。其实最近的生成是很有问题的啊，就是因为它的水温不够啦，水温不够，旁边有很多那种废水的排放，造成它里面的那个水温不够啊，它其实已经是非常难以生存，因为文资法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它不能去下溪去采集。长期研究北投文史的学者强调，北投椒就伫咧日本加台湾的北投家户特别珍贵。据讲是依照窃盗加文资法加嫌犯以上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通宵传出讲，镇长陈汉志甲前机要秘书等3个人有收太阳能业者的口碑赏大约600万哦。苗栗地检署侦办2档，将甲这3个人抓起来咯。苗栗地方法院嘛裁定讲羁押禁见。苗栗地检署15号指挥调查局苗栗县调站等的单位前往通宵镇公所搜查，对镇长陈汉志甲几多名公所人员讯问，因为疑似爆发太阳能供电业者新增太阳能供电专区案收受口面上的贪渎事件。搜索了25处，传唤24人之后呢，认定镇长陈汉志还有前机要秘书陈姓的被告涉嫌收受贿赂等罪嫌，另外还有一个蔡姓的厂商涉嫌行贿罪，认定他们犯罪嫌疑均属重大，而且呢有穿侦之余，所以向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县调查站2019年接到检举，通宵镇公所几类的公共工程案，疑似收受口面赏。苗栗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经过2年的搜证，伫咧15号收网。检方调查发现，镇长陈汉志甲前机要秘书单姓男子，伫咧公用工程收受口面赏，相关不法的所得初估计超过600万块。包厢蔡姓男子也有交付乌西罪嫌。检方讯后对陈汉志等3人申请羁押。那目前初步统计呢，不法所得超过600万元。目前本署将持续的调查厘清案情。陈汉志为无党籍，2016年为教职退休，2018年投入通宵镇长的选举。选举期间，曾经向检举利用提供双价免费交通车服务的方式贿选，向苗栗地检署起诉，最后2审无罪定案。这届刚入去疑似贪渎的案件，搁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苗栗报道。嘉义市的lin义高中创校63年哦，学校的棒球队是真出名，也毋过因为这几档哦拢招无学生，110学年度开始就停止招生咯。学生嘛拢已经转学，目前学校只剩1个老师，佮8个高3的学生哦。有家长就真不满讲，囡仔受教权哦是严重去受到影响。学校内底空，无看到几个老师甲学生，一点仔拢无先开学了后的学校。来到教室嘛，当有看到3个学生伫上课。嘉义市lin义高中因为招无学生，110学年度开始停招，学生嘛陆续转校，即马单剩8个高3的学生。棒球队嘛因为人数无够消息。失落啊，不能打球。不能打球啊？可能就看毕业再打算吧。以后可能当兵吧，或是。看要不要继续打？一直想要培养棒球选手的lin义高中，捌摕到108年度乌霸旗16强纪录顶好成绩。上好的时阵，打棒球队都60-70个人，即马毋拿球队无啊。学校都一度单剩1名专任老师，互家长烦恼学生的受教权受到影响。一个专任老师，那有些课的话，我们都有请外面的兼课老师来帮学生上课。学校表示已经加聘2个老师，确保学生伫明年毕业进前学习袂受影响。当学生毕业了后，学校会转型佛教研修学院，向其他方向改制转型。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花莲的秀林乡从德国小哦，学生的体育成绩是拢真好，校长希望会使来组骹球队哦，也毋过所拢找无经费，即嘛是望讲有企业会当来斗相共。尤其长江今年国小6年的蔡小弟弟是摕到全国原住民射击比赛国小组第2名的选手，伊甲其他的部落囡仔同款，有天生优秀的体育细胞。也毋过家庭经济状况无啥好，所以希望透过体育升学。如果学校再多一个足球队，你会参加吗？会啊。希不希望足球变成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一个选项？希望会去啊。为什么？
因为很重要，很重要。拿奖金。位伫花莲秀林乡的中德国小，目前有108位学生，其中105位是泰鲁高族，大部分家庭是单亲，也是隔代教养，城乡差距伫遮真明显。所以校长希望透过成立卡球队，互囡仔未来有希望。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管道，可以帮助这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们可能在家庭的弱势上，可能无法在升学上很顺利，他可以借由体育的方面来做升学。知影中德国小需要斗3工，社群软体直播组特别前往关心，除了关键球区，各主动认养学校卡球队，希望培养出国家未来的体育人才。我们是打算自己本身即将要组建一个自己的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呢，能够等于说它的概念就是基本上真的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然后以后有了这个基金会，可以更精准的、更有系统的来帮助这些偏乡的这些原住民的小孩们。中德国小20年前也捌有卡球队，不过因为无经费，地区教练费用、异地训练费、车资住宿拢成问题，煞解散。目前学校练球场旧搁破高高，真需要外界帮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口有一对少年的翁仔某，7、8年前因为爸母食老，身体无介好，所以就搬转去故乡饲麻。传统饲麻拢是靠药啊来预防破病，也毋过因认为讲水质顾好上重要，所以改良水车用手机来控制哦，安尼做效果是个袂歹。那么做伙来看卖。婚林口是台湾饲麻鱼的上大产地，但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已经真少人愿意去老故乡收鱼丸啊接家业。家己就一对少年翁仔某，7、8年前因为爸母食老，身体无好。决定搬转来故乡考学，也帮甲饲麻鱼的工课继续打落去。回来接大约差不多应该有7、8年了。父母身体不好，这么辛苦，就是这种劳累都没办法做，然后就下去接手。少年人回乡拍拼饲麻鱼，养殖的方法也有进化。林俊明大先对水质源头开始顾，佮调整饲料配方来减少药物的使用。运用科技，用手机直接控制放水车的时间。即卖麻鱼的产量比以前是加愈多，品质也愈来愈高。因为他小时候问题都很多，对，然后他养的时间又太长了，病毒病害啊，或是水池潮水变啊，都可能造成他生病啊、死亡之类的。之前都用传统方式固定在那边消毒，然后喂药之类的，可是现在我们不用那种消毒或喂药方法。现在我们都是用益生菌啊。饲麻鱼正经唔是简单代，入暝就爱甲人电刀柄，麻鱼加热，所以拢是半暝啊才会当起来顺温啊做工课。但林俊明讲伊唔惊辛苦，亲人回乡为地方，望讲有愈侪少年人愿意转来故乡，互地方的产业有创新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翁仔票抽4手啊，买7套米哦，是往过真侪囡仔上欢喜的时阵。也毋过，即马即款古早的柑仔店哦，已经真少咯。伫台南的西港有一间已经经营3代的柑仔店哦，才有几啊代人细汉的时阵上快乐的记忆。那么做伙来怀念者。柑仔店、10几仔店是真侪囡仔充满记忆的所在。毋但会当买糖柑仔，买真侪7套米，阁会当抽4手啊。伫台南西港啊，嘛有一间卖7套米的店头啊，已经经营3代啊。3代啊，阮阿妈迄阵啊，嘿啦，都进前迄阵细汉迄阵拢来遮咧耍啊，啊，即摆娶某生囝了，啊，嘛带迄个囡仔来遮耍啊，儿时的回忆，看因细汉咧耍啥物货，啊，迄照片迄无，真该是翁仔票。因为已经经营几落代，因过来交关的细汉囡仔，真侪拢已经大汉啊。即阵阁带家己的囝来看阿爸阿母囡仔时代的记忆。常常咧换货啊，一直进化，所以拢买袂完啊。虽然店面看起来已经旧旧啊，毋过保存几落代人的回忆。头家娘望望即间小小的店头啊，会当带大家回去囡仔时代上单纯、上快乐的日子。记者总报道。今年的中秋哦，袂当伫户外项目，民众只会当伫厝内项哦。台北市立天文馆今年是要用天文馆内底上大的望远镜直播看月亮，上大的满月咯会伫中秋暗时的7点55分，所以今年毋免出门哦，伫厝里嘛当看到月亮咯。
观测式的圆光形坎挂豆豆显开。这个口喙有45公分大的天文吊镜，是台北市天文馆上界大的一座望远镜。会伫个21，也就是后礼拜二中秋节这天，甲接摄影机，通来一只看月。在中秋节当天呢，晚上7点钟开始呢，我们会用背后这台一个专业的望远镜呢，然后做拍摄月亮。那另外也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做一个月亮的讲解。咱俗语咧讲，15月16圆。当年农历8月15，8月半中秋节这天，不过这无一定是月上界圆的时阵。天文馆讲，这几年来月上界圆的时阵是伫个农历的16，也就是咱讲的8月。这天发生的流摆机会有47%，也若15这天，颠倒敢若有37%的机会尔。顶一遍中秋8月的时阵是伫个2013年，也若今年中秋节已经浪8年了。这边有个达到天文定义顶管所讲的8月。满月在天文上面是有一个很精确的定义的，它是指的是说，太阳跟月亮呢，它相差的经度达到180度，也就是在地球的两边的这个时刻呢，才是真正的满月。恰好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满月都不是发生在8月15号。中秋假期，尤其在周2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雷阵雨结束之后，对流云系消散之后。稍微比较晚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容易看到完整的月亮。伫个礼拜19到后礼拜3、22，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各地天气是侪云到好天，所以讲伫后礼拜2中秋节时阵，若是热对流过了后，就有机会通顺利来看到月。月亮估计会伫个即天的暗时6点18分就爬上山，7点55分会达到8月。咱伫个防疫的时阵，民众都要好好把握这个伫个厝的赏月亮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大家拢食袂这月饼两零酥，也毋过新北市消防局是要提醒大家讲，两零酥若是放伫微波炉因为两零有水分甲油佮包伫内底，有可能会爆开，所以提醒民众要烘好烧，上好嘛爱先切好开过几天就是中秋节，真侪人拢会食月饼两零酥。不过，若是想要食烧的月饼，有人是放伫咧微波炉切好烧，但是微波炉内面放的若是两零酥，可能会这种情形。无到几秒钟，嘣的一声，两零酥敢若是发生爆炸同款，内面的鸭喷甲规死过。真侪人看到这种情形，拢惊一个。就觉得怎么会吃进去的东西是会爆炸的这样子？本来是要食烧的两零酥，最后才变做两零破。为什么两零酥放入去微波炉内面烧烧会变做爆炸的情形？新北市消防局讲伊的原理。就是蛋黄有膜，然后那个膜里面有水分，然后水分同时因为被加热的关系，它就是变成气化的状态，它的水变水蒸气，体积会膨胀大概1700倍。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它的膨胀的过程，那个压力膜里面的压力没有办法宣泄，所以它会直接找一个地方直接炸开。两零酥若是要放入去微波炉内面烧烧，新北市消防局讲。会当用刀先甲伊切开，或者是伫咧顶头镀空才放入去，或者是直接用烘炉烘好烧，则袂讲一未食到月饼就规拢火化去，到时也怪病。记者综合报道。爸爸妈妈得爱特别注意台南有一个爸爸收到电话钱3万外块的小单原来是伊的囡仔用伊的手机黑白买物件。这个爸爸认为讲手机付费无应该拢无限制，所以向小保会来申诉。小保会是表示讲，这是手机的用户甲电信业者嘅契约关系。提出手机小单，一笔3万外块的消费金额，互台南这位单身士惊一条。经过调查，才发现是家己读国中的囡仔所消费的。不过单身士袂当理解的是，原本手机小单有上悬5000块的额度限制，是安怎电信公司伫无通知消费者的情形之下，通入到3万外块。小额付费金额是多少？他跟我说5000。但是我有问他说，既然是5000，为什么可以花到3万5？不用经过家长同意，或是身份证字号的本人同意，然后又没有缴钱的情形之下，还可以继续使用，我觉得真的不太合理。单身士表示，7月就发现有一笔7000外的电信小单，到8月煞增加到3万外，嘛有捌打电话去问过，得到的回应是讲，针对优质客户会自动提悬额度，若通知消费者的部分，收传简讯就会使。这互单身士是真受气。台南市消保处是表示，这就要看当初合约内容是安怎签订的。
不过，若是要提悬额度，要是要经过消费者同意才会用哩。那如果说电信公司跟当事人间已经有约好小额付费的上限，要提高的时候，要尽到告知消费者的义务，而且要得到消费者的同意，不能够片面提高。陈先生表示，虽然家己的囡仔是有使用过量，不过电信公司主动提悬小单额度，对金额嘛是无负责。目前电信公司是也无回应。不过实际上，要是爱看当初签的合约内容，才会当求助法律解决纠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智利沙漠的阿玛望远镜，是即马地面上上大的天文望远镜。伫即个国际合作，咱高中研研团队是负责接收信号的部分。内底软件个零件有8成左右，拢是咱台湾制造的。伫8月份嘛已经传来好消息咯，已经成功接到信号咯。即个望远镜的计划是当来了解行星形成的秘密。20套模组伫实验室进行组装测试，这是要安装伫目前全球上大的天文吊镜——欧马第1频段接收机，伊会当协助观测到宇宙间细到1公分的粒仔。帮助阿玛能够补足它在观测次毫米波的频段的一些科学目标之外，它补足我们在毫米波部分的一个观测的目标。它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些星系的一些目标，比如说类公分等级的一些星系沙尘的一些特性以及一些特征。位伫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的欧马由66座天线形成干涉期，会当处理比哈勃吊镜更较清楚10倍影像。由中研院所领导的国际团队负责第1频段接收机，这也是欧马吊镜频率上低的接收机，比其他频段更较会当亲自观察遥远的红移宇宙，探测4毫米宇宙中上遥远的天体。今年8月14日出伫单一接收机第1道信号，后来陆续成功测试3座天线之间的相位闭合，出伫第1道地波光谱。这款的成果，互团队振奋，因为相关技术研发甲零组搭件有7、8成拢是台湾员工，规个过程也是新挑战。过去在从参与次毫米波阵列经验，实际上我们那时候的专长是在比较高频的一些接收机的一些设计，算是我们第一个设计的接收机，不是使用所谓的低温超导接收机，所谓的号角天线，它的设计变得太过复杂，在制造上变成说难度很高。大概将近2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台湾有一家工厂，它能够帮我们相关技术研发甲运转成功，代表台湾的天线技术会当甲欧美之等国家来相比。目前团队规划伫2022年底完成66台第1频段接收机甲7台备用机的交付，安装等后续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